嘉义县高雄南院为今仔日7月初1开始规划亲子艺术月活动，配合展览，利用3D 投影的科技设备，甲游客互动，吉头壳解谜题。希望休热的时阵，爸爸妈妈会当带囡仔来体验艺术，了解台湾历史。学生囡仔专心听导览老师的讲解，来认捌台湾过去的历史。看到会当操作的设备，大家拢感觉真新鲜，想要来试看卖。高雄南院配合科技设备，互艺术甲历史加添新的趣味。看那个绿色哪一个比较多？你觉得那个好玩吗？好玩。变高变低的地图很特别，因为平常都看不到。嘉义县的高雄南院为7月初1开始要来举办亲子艺术会的活动，馆内的展览若透过投影设备增加互动，暗时啊水母嘛有新的演出。囡仔会使透过动手做啦，也是讲去看表演，这对于因的学习来讲，拢是真好的提升。这个活动的话，当然是围绕着我们的展览，有实境解谜，那也有户外的一些表演活动。另外的话，就是有水舞的表演。那今年的水舞比较精彩。高雄南院表示，去年的亲子艺术会受到疫情影响，也是有8万人次来参与。今年除了实景解谜、数位互动装置，还有艺术工作坊、儿童剧团各家的演出，希望会当让高雄南院争做中南部推广历史艺术的教育中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